聖經馬可福音15章31節，祭司長和文士也是這樣戲弄他，彼此說他救了別人，不能救自己。當日耶穌基督為全人類嘅罪捨身流血被釘死十字架上，要滿足神公義嘅要求，佢第3日從死裏復活，佢可以救我哋，佢當然亦都可以救自己。若果唔係佢自願嘅上十字架，冇人可以將他釘在十字架上。但係當日嘅祭司長文士係屬靈嘅宗教嘅領袖，應該係帶領百姓相信耶穌，但係佢哋竟然係拒絕耶穌，唔相信佢，仲戲弄耶穌。佢哋嬉笑耶穌話：你可以救別人，但係唔可以救自己。我哋講咗，耶穌基督當然可以救自己，但係佢係自願嘅，為我哋全人類嘅罪釘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哋信耶穌可以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